行程嘅第5日，參觀咗西安嘅主要景點。喺西安食住都幾好。早上去到兵馬俑博物館，每個士兵嘅樣貌、神態同埋髮色都唔同，唔少兵馬俑仍然喺度修復中，支離破碎。參觀咗著名嘅貴社俑同埋將軍俑。第3號坑係一啲高級將領，乘搭電瓶車前往銅馬車博物館。啱啱發掘嘅時候，只見銅馬車被壓成一堆，馬、車夫、馬車都包含咗無數細節。馬車上鋪滿紡絲綢嘅銅雕刻，呢啲都係銅馬車嘅領導點。出口有售賣紀念品同埋書籍。傍晚着上唐朝服飾，一邊食餃子宴，一邊欣賞坊堂歌舞。晚宴之後，前往大唐不夜城，以盛唐文化為背景，步行街位於大雁塔嘅附近，南起唐城牆遺址，北至大雁塔南廣場，南北長2100米。第6日早餐之後就前往機場。機場博物館好值得參觀，呢啲係12生肖嘅圖俑同埋古代文字。旅程完結，呢次真係豐富嘅自然奇景同埋文化之旅。第1至4日嘅行程，請睇下邊嘅連